仲有兩宗係傳媒本身嘅新聞咧，引起社會極大嘅關注。無獨有偶，兩宗事件都同呢個即係所謂嘅社會道德倫理係有關。嗱，先講講就係商台嘅森美小儀事件，就喺網上選舉我最想非禮嘅女藝人。呢個事件就經過傳媒報導之後，引起社會上一個軒然大波啦，甚至引起啲係婦女組織一啲嘅怒敲。我覺得個正常嘅反應嚟嘅，因為你涉及到對女性尊嚴嘅侮辱，甚至話咧係你講到非禮，係涉及刑事嘅罪行咧，所以社會嘅反應都係正常。咁到最後，商台都係能夠係順應呢個輿論嘅要求啦，亦都係作出一啲係適當嘅懲處。嗱，事件總算係告一段落。不過睇翻今次事件，我自己都有好強嘅感受。問題就係我睇翻整件事件，佢背後嗰個動機咧，其實係一個比較上係開玩笑、係玩嘅。你長期聽嘅節目就知道咧，就係兩位節目主持都長期咧喺個節目當中咧，好多類似係戲謔式啊、諷刺式啊、搞笑式嘅舉措啦。咁所以今次嚟講係佢整個節目嘅文化嘅一部分。咁所以點解咁多年青人喺網上係會去撐啲兩位主持咧？因為覺得喂，我喺度玩啫，你大人使咩咁認真呢？呢點你係了解年青人嘅心態。所以我自己睇翻整件事件，無疑係森美小儀喺處理今次命題方面呢，係確實犯咗啲唔應該犯嘅錯誤，係輕忽咗即係非禮喺刑事罪行同埋社會嗰個道德底線接受嘅程度。但畢竟佢動機並非真正去鼓吹任何嘅非禮，或者只係一種戲謔式係玩或者係煽情式一個咁嘅話題。咁所以受到社會咁大嘅鞭撻，甚至佢自己咧亦都係承受呢個台方嘅處分咧，即係確實有少少咧，就係好似咪過咗份少少咧。我希望兩位節目主持能夠吸收今次教訓，嗱，一個香港能夠有咁多年青人去中意聽你節目，或者喺電視方面咧都有咁多嘅觀眾咧，嗱，所以更加要珍惜自己，一言一行都能夠係盡量係審慎啲，係咪符合大眾嗰個嘅要求同標準？翻嚟呢件事件，我覺得就社會上嗰個反應似乎就唔係太同一標準。啲就講翻係一本嘅週刊啦，就刊登咗一位係14歲一個少女組合女歌手一幅嘅濕身照。當然，森美小儀好具體講到非禮嘅字眼，係涉及到啲刑事，好具體對女性一種身體嘅侵犯。我哋覺得好緊張、好嚴重，大家要群起而攻之。但同樣睇翻今次呢個雜誌嘅封面，我覺得佢嗰個嘅震撼性，或者佢嘅傷害程度啊，應該受關注程度應該比森美小儀更甚。點解呢？第一就係佢相中嗰個只得14歲嘅少女，都好明顯係對我哋保護啲所謂未成年少女、保護婦孺嚟講呢，係一個好重要法律上嘅保障。點解要容許一本係公然喺街上擺賣嘅週刊，係可以將位14歲嘅少女咁樣嚟到去影佢嘅相呢？都好明顯係極有問題。同埋呢類咁嘅照片呢，其實佢冇任何嘅所謂文字或者任何嘅所謂好煽動性、煽情性嘅動作，但本身擺出嚟係一個幾強嘅誘惑性。呢啲無形嘅意淫呢，亦都係週刊文化即係最嚴重、對社會影響最大嘅。有時候啲嘢我哋好具體寫出嚟擺出嚟咧，嗱，反而嗰個嘅殺傷力影響性冇咁大喎。你翻嚟週刊好多咁嘅意淫式嘅文字、意淫式嘅圖片，或者對女性嗰種嘅侮辱等等咧，其實呢個嘅影響性係更大。但係問題係咧，呢類咁嘅處理，佢有個法律啦可以走，亦都冇好多人咧係認真去關注，亦都去追究。相反，森美小儀由於係名氣大，而係呢個電台節目，大家可以群起而攻之。但我點解我哋攻擊或者去鞭撻森美小儀？對今次週刊嘅封面事件，社會上嗰個反應其實咧係兩種唔同嘅標準。你睇翻其實呢種嘅封面對整個社會人心、對青少年嘅荼毒，甚至成年人嗰種嘅誘惑、意淫式嘅誘惑，係比任何具體嘅説明係更甚。呢就係香港整個色情文化一個最變態嘅地方。好多喺街上公然擺賣嘅週刊封面，就每期用啲意淫嘅字眼、意淫嘅圖片、極具誘惑圖片，其實係引誘緊你嗰種原始嗰種對性嗰種嘅衝動，對異性嗰種侵犯。佢冇講出嚟，係引誘你做。而森美小儀咧係講出嚟，大家佢講笑嘅時候咧，
基本上係冇一個好強烈一個所謂煽動你嗰個嘅問題存在。所以我哋睇翻兩次事件嘅時候咧，係對我哋香港社會一個幾大嘅思考。對啲我哋具體可以睇到嘅時候咧，我哋好緊張。但係對啲每日蠶食緊我哋，係每日嚟到可能係令到我哋整個嘅道德文化，令個社會個健康文化不斷係被蠶食呢啲咁嘅週刊文化咧，呢方面咧，我哋反而係視若無睹，或者係唔知點出聲。